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平常时咧，我也就会投入动物和骨手运动的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今日呢，梦欣老师会带大家来跳润吧有氧，是热气的运动。一开始，我也就会先来做暖身运动。第一运动是脚打开，脊椎伸展，手往上。我也就底下停留5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，记得咯，我也就会四步咧，会夹起来，肚子会用力，停留5秒钟，听200。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第一张暖身运动是侧腰伸展。我也就老人的右手伸起来，存到耳片，听到呀？5、4、3、2、1，本片同样是5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，接下来咧，我也就要用肩膀来挖前呢。1、2、3、4、5，本片1、2、3、4、5，接下来，我也就要脚踝的暖身，挖前呢，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。换另一只脚，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。大家就跳得动好哦。接下来，我也就要配点音乐来强下动态的暖身。保持呼吸哦。第一个动作，膝盖抬起来，嘎松树，保持呼吸，踏壁。有膝摆，保持呼吸，夹松树，从头。大家就表现得动好哦。接下来咧，我就要进入润吧有氧的运动。暖身做体之后，接下来要听听老师继续来润吧有氧的运动哦。还记得上一摆的动作是乜嘢冇？我也就来复习一下，并开弹跳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的时候蹲在下面。5、6、7、8。本片上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复习多哦。1、2、3、
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还记得上一拜老师提醒大家，肚是要用力，斯文没强用要用力咯。再复习多，准备5、6、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就做到同好哦。接下來，我哋有新嘅課程係蹲步彈跳，咪有一系列題目，看清楚，我哋會叫老肩膀強用法，往下蹲，1、2、3、4嘅時候企起來，休息一下，再一擺，1、2、3、4，聽一擺嘅時候，5、6、7、8嘅時候會往上跳，7、8，安尼做得冇？再一遍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一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盡量哦彈起來哦，連續做2個8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記得咯，大腿要用力，腳踝咪強用要用力咯。再一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一遍咯，記得咯，唔是跳到動高，盡量跳，唔過唔好輸鬆哦。再一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好唔嘛？跳2張8拍之後，我要就要休息一下，腳要踏平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一遍哦，我加雙數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我哋就接下來2張動作加強下，準備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哋要做踏平嘅動作咧，於是咧向後踏平，踏平，輕輕咧往後面踏平，踏平，加上肩膀，踏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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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尼大家有好唔嘛？加上手咯，踏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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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。我哋就2隻動作向下來試看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一遍哦，2隻動作全部會做到哦。1、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大家都要再来一遍，多练习，动作才会熟练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一遍，加快速度喽。5、6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。接下來，我哋就愛配音樂來練習一下。準備啦！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記得肩膀哦。非常好，再來一遍哦。準備啦！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哦，人家都要保持呼吸哦。再一遍。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一遍哦。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做表現得當好哦。接下來，我哋就休息一下。